将军，你中计了。啊！天亮了！啊！怎么会这样的？ 素素，到底怎么回事？南宫剑，你的手下已经死光了。难道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南宫剑，我告诉你，我恨你，我要你死，我恨不得你死。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我死呢？哼，为什么这么做？我会告诉你的。到你临死的那一刻，我一定会告诉你的。给我上！ 大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对你怎么样？我对你不错吧？好，雪冲！范素素就是白玉川，白玉川，让我跌他！薛大姐，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快走！沈冲，你跑不掉的。 小姐，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了。哦，那我们快点走吧，否则来不及送段姐姐了。走吧。小姐，小姐，大事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嘛你们那么急呀？农舍那出事了，老爷子和少爷被人偷袭呀！那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的？哎呀，郡主吩咐我们带你走啊！快点，没时间了，快呀！我终于又回到了南宫世家，给我见一个杀一个！慢着，让他们死也死个明白！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想不到南宫世家竟然有这天！任大叔，来，多喝几口吧。不喝了。我现在是个废人了，我怎么喝都没有用。都是白玉川，把我给害惨了。你们要替我报仇，把他给杀了。南宫少爷，情况怎么样？查到了什么？南宫世家上下都遇害了。那老爷子和小蝶呢？爹和小蝶都被掳走了，现在南宫世家全都是白玉川的人。白玉川，你这天打雷劈的，不得好死！任大叔，你没事吧？玉川，现在剩下我们4个人，
要对付练成神功的白玉川谈何容易呢？况且老爷子跟小蝶还在他手中。他丧心病狂，谁都不会放过。任帮主，你真的来迟了。我这条命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啊！你说我能够找到吗？再说，那天要不是在飞鹰堡吃下了百日离魂散，使得白玉川一时疏忽，把我当成死人看待，我还能活到今天吗？任大叔，我跟我爹错怪了你，对不起。白玉川，你这不男不女的魔头，就算我不能消灭你，我也要跟你同归于尽。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明明是个男的，为什么成了女的？他练的神功，一定要先自宫。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妖怪。可是他明明是个男的，为什么突然间变成女的呢？你这么肯定？南宫少爷，他怎么了？那天我见到他跟白玉川，两个人很亲热的在一起。段姐姐，快点！小蝶，你没事吧？段姐姐，小蝶，我对不起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爹跟我大哥呢？他们遇到了埋伏，全都遇害了。哎，小蝶，小蝶，你怎么了？小蝶，一切是不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是，郡主，请放心，南宫郡的金银珠宝已经运往飞鹰堡了，马车也准备好了。很好，立刻离开江南，把他送上马车，运到飞鹰堡。是。这就是飞鹰堡的地形。飞鹰堡的地形我记得很清楚，它是依山而建，城堡三面都是围墙，戒备森严，要由正门进来绝对不容易。任大叔，你是怎么逃生的？是不是另有出口？对，唯一能够潜入的地方，就是峭壁悬崖上的一个洞。那应该在这里。对，当初我从这里爬出来，才找到你的。那小蝶和老爷子被困在哪儿？飞鹰堡的范围太大了，要知道他们的下落很难了。我们应该先到山洞，设法潜入救人。可能白玉川也有准备。他利用小蝶和老爷子作饵，我们找了去，就把我们一网打尽。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一试。为了江湖，为了报我们的仇，再困难我们也要试试。对，好。对。堡主，这几天山下可有动静？回禀堡主，山下一切平静。给我加强堡上的监视，一旦发现沈冲和南宫剑的出现，立刻通知我。遵命。你就不相信小蝶和南宫俊落在我的手中，沈冲和南宫剑会不来救人？堡主英明，他们一定会如你所料前来送死的。好，传我的命令下去，把那老不死的给我绑在广场，曝晒3日。是。让他也尝尝苦头。哈哈哈哈哈哈！
小蝶，你终于永远是我的人了。大哥，爹，你们在哪里？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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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蝶，是我呀，你怎么了？段姐姐，我梦见我大哥跟我爹，他们死得好惨啊，是真的。小蝶，你别难过了。告诉我是谁做的？谁做的？就是那个叛徒任海龙，他趁我们不备，勾结大理奸党，偷袭我们。真的是任大叔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爹平时待他不薄，还把飞鹰堡让给了他，他竟然这样不知足。小蝶，别太难过了。你要知道，这世上很多人都是贪得无厌的，一旦有了权力和地位，就会不择手段，更加贪婪。如今我爹跟我大哥命丧黄泉，剩下我一个人苟且偷生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小蝶，小蝶，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还有我呀！这世上还有我愿意陪伴你吗？段姐姐，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大理边境的深山老营，那帮贼党一定找不到这里来的。任海龙杀死我父兄，这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我相信这辈子肯定是报不了了。小蝶，我会武功，尚且不能替我王兄报仇，而且复国之事也没有希望。你要复仇，谈何容易呢？段姐姐，你会武功，你替我报仇，要不然你教我学武。好，小蝶，我一定教你。不过现在你要听话，好好把身子养好。沈大哥，沈大哥，你到底在哪里？你知道我爹跟我大哥已经死了吗？你快点来救我呀！沈大哥，沈大哥。堡主，南宫俊，你抬起头来，难道你不敢看我？你到底是谁？我与你无怨无仇，你干嘛要这样害我？任海龙呢？他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任海龙，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任海龙死了，你究竟是谁？你说。你老了，我看你是记性不好。难道你忘了，我曾经见过你3次，你真的记不起来？我不相信你真的记不起来。第1次在天后宫，你陪着兰兰在上香，那个时候你多开心呐！可是现在，你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死光了。你真的相信我是大理郡主？我跟了你20多年，你竟然把我当做身边的一条狗！你到底是谁？南宫俊，你睁大眼睛看看，我到底是谁？你看清楚，我已经练成了莲花宝典的绝世武功。你以为我死了，你未免太轻敌了。告诉你，那个生涯并没有把我给摔死，我要报仇，我要你们一个个活着比死了更惨。原来是你，白玉川。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白玉川，我把你养大，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我背叛你？我喜欢蝶，你为什么不让我娶她？你可以吗？这个妖怪，要是小蝶真的嫁给你，你就会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啊！你的女儿现在就在我的身边，她现在不知道有多快乐呢。你，你别太得意了，你别忘了，沈冲他还没死呢，他还要找机会上门来报仇的。哼，
你让他尽管来吧，我正等着他呢。只要你一天不死，他就会来救你。到时候我抓到他，你们一家人就可以死在一起了。哼！你这老不死的，你这老不死的！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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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任大叔是不是在这儿？哎，对了，从这儿上去就是飞鹰堡的后山，走啊！我们加紧脚步，走。小蝶，你看，为了让你有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感觉，我特地布置了这个花园，喜欢吗？我很喜欢，谢谢你啊，段姐姐。只可惜，你不能够回大理，我也不能够回江南。现在，阳气有这个，张某现在，你那娃又吃过好了，你这弄单到的了，我给一教育到那个。大妈真来了。邓大姐，叫我们阿怎个？请阿让路去那吃过。见那么来，没通到什么个？我大理家个没通，蛮得来了。没通到你看我没通到去了。嗯。임생 제인방에 이정뭐 니 메똥대 남탕래래 무슨 하정 지가 저까 어라 떠나든가 쇼티 감가래 녀지나 된다 난다 셔머고 팔바터 소나 녀세 동주 싸나래 아지 정아선 조자트 니 고양가 걔가 손도 나오는 휘지 마라 신총可就咋个样了？就是等个就是把长马几个人，可才人个娘都考那三个，吃水中俺在家看来么这个，对这个三的那咋哩，连这个策划做了那嘞，确定那的。Raka, masa mau setinju?
见末了。安quân chuyện chỉ một lần chỉ ta tác xuống ba lệ khả năng rằng cần được cả. Bảy川，nam你妈个球进这个，沈冲啊，咋用口袋？沈冲，chỉ ta muốn xe cái đó, nghe tin na沈冲대원就不办了。不用口袋，口气就是你们这个。可是空三双子，别讲南讲，你好弄脚松啥时间？저희 다다 지금 인도가 니저 희그 좀 하도가 미다다 nga lu ba ko ka nam nya ma shika nya ni sa nga pe transi mo shan nu ko yin ji a jami ni ko la lu ha ni jami na ma ja de mo jami ko la lu ha ni jami na ma ja de mo 瞧见这面变得这么了对呀，这是就个口在位呀，我落车，没这个劲了，多少钱嘛？야고 라크 존내리 도와다. 라크, 근데 저기 연아인. 지금에 갑자기 라크 니한테 니니. 我可可惜侬今年被传个上不离国家当的。啊，刚才上分的马桶呢，我把他兄弟，就是兄弟。啊，这些不行吧？被侬拿走马桶给侬搞退。키를 아크 손도요. 디마틀라. 나 손대 토나스 코세마를 잖아. 먼저 다타나지 하장 잡는시고. 그때 호지시나跟我就拍手，跟我的手顶一起厕所的人靠起来。那其实呢，他去那个。这个新闻稿上不的大陆南极哟，人家马拉松呢，重庆中个加不去哟，人马跟我了，兄弟就不送，这样我呢，今晚开吧，俺用这个，跟我就过去，去抓人马送。呀，等下俺到长沙3年了，走。 장당 오마는가 가슴에 가슴에 장당 오마신가 가슴에
说，现在这个这个是什么人？南宫军，你这少爷爷了，对不起，小弟你是掉落到的，你叫人啊叫他妈的，你这少爷爷了，赶紧敲门进来，小弟你两个进来家去的，这才挑来的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就真的弄出来了。你写给我，你把没看真多。那有人你没吃了，那吃不弄都有，我吃工作了，我讲啊，这娃子我都看了。那现在头人结果，爷爷都会有那么的，都会有那么的，很难给的嘛。这这个小弟啊，你是很干么的呢？你他妈超烂的了，你叫你是少爷爷。就说呀，就大说我说呀，就今这口口对，就是你是你吃大了。那是干人工，从小人工你有多别，你这个就吃来呢，就说都跟你吃。阿爸，你应该这个，我让俺这口就别。没人，小弟嘛，你跟我讲呢，你趁咋这这个，小弟就推荐嘛了。你的那成年公儿的跟我讲这嘛的，我这那么弄我那小弟在你跟着过去了。对。爸爸。跟我去对面了。对对，去那个什么这就是的。这么也是，南宫今天是从你唐山那种，要弄人个，你告诉你娃全部是我去打了。白玉川，去说这中间那么？懂啊懂啊，去干弄去干，你瞧人真劲。小弟，多数是白玉川的。可以了吗？你们就。白玉川。就这边了，我这边小弟蹲到师兄当的是，小弟轻松是有，那就看没打人就有。
阿爸，今天把小弟叫过送。呀，走。江总，干嘛吐呀？师傅，小弟。师叔，小弟，段叔叔给说的啊。白玉川，你大姐救狗有人，给车子让他的家人。小弟，恁在这里都上哪去起来了？你起来给他这里么给？在这里呢，俺给我养了个。啊，来是了，今天去过马上我那，叫俺娘给都就谈他们呢。今我这个你落得。俺去说你晓，你就卡死的。卡死我，去卡死石头啊！听我拖动，小弟，他这样没？求俺看干嘛你？没，小弟，听我拖动。教官，沈楚，当你走的嘛，姐让你多小心。这可以这个。这都弄得看他，青山就太慢了嘛。姐，阿江哥，阿多嘛多。姐，就这么你。姐。白玉川。你他妈就起来了！小弟，你莫得马的！白玉川，你叫小阿姐，结果都通了，叫俺的家有梦没那用没，给你口金这种那骨头通了。小弟，马达，军长，公墓地我没得错耶，吃亏呀！你就选那马人，吃亏呀！
인침과 감사 조단과 촬영하면 돼.行了，인침과 감사다. 제 나이만 잘 지우는 말이. 어리시게 된적을 좀技术세요 또다. 技术，大气点这个团队特送人。 等俺从那人口这样来，这次把米反击，这次把米反击，啊！啊！ 风云之中，你追我逐，恩怨由谁来结束？